老大人身体要勇健，就要振动。家己中部进前已经有开头一间时代的健身房，即马伫新港嘛有第二间，而且佫配合物理治疗师，要教时代用正确的姿势来做运动。就会放在肩膀上，不是用脖子去顶哦，不是用脖子哦，是往前拉起来之后。物理治疗师向时代说明排动器材的使用方式。家己关新港乡的海银川配合长照据点，成立银发俱乐部。而且佫引进其他护理人员做伙陪时代上课，让我们的肩膀能够好像压什么物压起来，或者很舒服那种感觉。这些仪器帮助他们，其实可以在地的社区里面就更深入去在地老化，那减缓他们因为就是衰弱或有跌倒的这些风险。县政府表示，目前这是家己县第2间银发健身俱乐部，未来会佫增加3间，佫要配合学校甲社区培养人才。准备用专业的方式来减缓时代身体筋膜力量的退化。那慢慢的1-2个月起来，他们甚至可以自己坐在椅子上直接起立，完全不用扶，或者是直接拿这些器材，然后做一点点的重量训练。跟50个社区、跟嘉义大学、跟中正大学合作，透过专业的老师来训练老人家的肌力哈。那我们也训练了20几位的精准运动员来指导。社区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大约30-40位时代会固定来遮训练，即马正式启用了后，嘛希望会当提供予附近庄头的时代增加运动健身的所在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